每日靈修讀經系列，靈動每天，開到水深之處，耶穌比喻30日。第28日，10個年輕姑娘的比喻2。馬太福音25章6至13節，新漢語。半夜有人呼喊：看啊，新郎來了，出來迎接他吧。那時，年輕的姑娘全部醒過來，整理自己的火把。愚昧的向聰明的說：請把你們的油分一點給我們的火把快要滅了。但聰明的回答說：恐怕這油不夠我們大家用，你們不如自己到賣油的地方去買吧。他們去買油的時候，新郎來了。那些有準備的年輕姑娘就跟新郎一起進去參加婚宴，門就關上了。後來，其餘的年輕姑娘也來了，說：主啊，主啊，給我們開門。新郎卻回答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我不認識你們，所以你們要警醒，因為那日子、那時刻，你們不知道。半夜嘅呼喊打破靜寂，新郎嚟啦，出嚟迎接佢啦！所有姑娘都醒咗啦，佢哋整理火把，但愚昧嘅而家先至發現油唔夠啊，急忙向聰明嘅借，但聰明嘅回答：恐怕唔夠你我嚟分，你哋趕快再去買啦。就喺佢哋買油嘅時候，新郎就到啦。預備好嘅姑娘就跟新郎入去坐席，門就關上啦。過咗一陣，其餘嘅姑娘都趕返嚟敲門啦。主啊，給我們開門啦！新郎卻答佢哋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我不認識你們。比喻嘅教訓好清楚，屬靈嘅預備係個人嘅責任，冇辦法臨時借用噶。嗰5個愚昧嘅以為準備好一時就夠啦，冇諗到需要準備到最後一刻。當新郎嚟到，機會就過去啦。耶穌點出重點，所以你們要警醒，因為那日子、那時刻，你們不知道。呢度嘅警醒唔係唔瞓覺，而係時常保持預備嘅狀態。最令人後悔莫及嘅係新郎嘅嗰句：我不認識你們。呢個睇嚟好似無情嘅結局，係要提醒聽眾一個不容忽視嘅事實：冇真實關係嘅人，到嗰一日先至發現自己從來都冇被認識。審判嘅根據唔淨係在於一時嘅表現，而係在於生命係唔係與主真正嘅相連。當主忽然臨到，我哋嘅生命係咪已經預備好呢？讓我哋一齊思想。第一，如果唔係新郎遲到，佢哋嘅油就唔會唔夠啦。你對愚昧嘅姑娘呢個結局有啲咩感受啊？第二，聰明嘅姑娘聰明咗喺邊呢？佢哋嘅油點解會足夠呢？第三，呢個比喻俾你最大嘅提醒係咩啊？如果唔想聽到我不認識你，你會點樣預備自己呢？回應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求你賜俾我有警醒嘅心，讓我不輕易滿足於今日嘅屬靈狀況，而係常常追求，常作準備，遵行你嘅話，隨時迎接你嘅再來。
奉主耶穌基督嘅名而求，阿門。